同對面黃色網呢一棟呢，就應該係之前觀塘地鐵站巴士總站嚟嘅。側邊就有一個舊嘅，佢好似有一個服務中心。咁白色嘅呢個呢，就係繼續叫做政府嘅用嚟派嗰啲美沙糖俾啲人君子用嘅醫務所謂。嘅一個太耐啦，查一下形勢變化。嗰啲重慶森林嗰啲3D感覺。政府又喺度開緊路咯。正如滿60歲長者及合資格查嘅人士，不合資格嘅乘客使用2年優惠計劃，可被罰款甚或檢控。左邊呢邊玻璃幕牆嘅住宅呢，呢個就係以前嘅移民風中心，俾信和市區重建局同埋信和主力啦。即係之前土瓜灣宋皇台嗰度有信和呢幾年咧專注做政府呢啲舊區重建嘅項目。都係含水樓嘅，上面啲石屎屎玻璃爆得好緊要嘅，爆啲石屎，嗰啲屎玻璃做咗2個單位呢，都係好誇張嘅，要成個屋頂呢撐起佢先搞得掂嘅。政府早期嗰啲廉價公屋都係差唔多時間拆㗎啦，排緊期㗎啦。
邊嘅呢一棟新大樓搞掂咗啦。呢邊舊嘅裝修個圍牆咧、木牆咧，都做咗3個木牆。依家秀雅道蓄洪計劃，即係下低又要建嗰個水庫啦，用嚟儲啲雨水、淡水。以前咧就近住觀塘嘅工業區，就好方便。大家以前香港工業蓬勃嗰陣時咧，呢度就最好住嘅一個地方嚟嘅。返工收工，打工仔嘅時候。起咗條電梯喎，以前唔覺有呢條電梯喎，要去曉明街嘅喎。咁即係話咧，有通道咧，有呢個行人，然後咧跟呢個曉麗苑左手邊，咁上返去秀茂坪。直接行上秀茂坪，咁就近好多啦。呢度有天橋直駁上去。咁呢邊搞掂差唔多啦。整多咗一條天橋落去觀塘，良食之書院。咁即係話呢一頭咧，而家多咗2條咧人行通道咧，直落去觀塘，就咁樣喺山頭撇落去，就方便好多。大聖古廟、達摩廟，上面嗰個先係大聖古廟，再上去有啦。對頭先而家好啲。
秀茂坪咧，除咗濕氣重咗啲啊，春季轉夏季嗰陣時咧，冬季轉春接近夏，因為香港基本上冇春，咁就好潮濕㗎秀茂坪。冇辦法將軍澳嗰邊嘅濕氣往嗰個啦。周富樓。時間唔趕，所以喺斑馬線主動用車用人。呢個要俾個讚佢。步行梯跟住落去乾豐街啦，變成好方便啊！秀茂坪咧，之前人咧要兜一個大圈先至落到去，依家唔係啦，直接咧坐電梯落去，跟住又即時落去觀塘，我哋轉頭行下佢